想我们吧？不想。很神奇呢，我给你买的礼物喜欢吗？人家要的是人，不是礼物。哎呀，我挑了老半天。又谁啊？那么忙。广告对象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憋不住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！阿燕呐，哎呀，刚才我在开会，我明天来看你啊。我怎么会在他那儿呢？乖啊，挂电话了啊。哎，好，明天来看你。舒服吗？舒服，再重点。再重点啊！来，我们按下胳膊啊。就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我还跟你学了一个新技术，你一定要试一下。来，是吗？没有啊。哎，舒服吧？哎呀，对身体很好的，这样按一下。把我那件 T 恤拿来。T 恤，你放过 T 恤在我这里吗？你不是让我拿来在这替换的吗？我去拿来。啊，哎呀，家里太乱了，我去给你找找看啊。